各位街坊、各位老友記，今日快活哥問你一條好現實嘅問題：如果你每個月得1萬蚊左右退休錢，喺香港係咪日日計住菜心幾錢一斤？搭車都要諗一諗。但係如果你返深圳、中山、珠海、佛山甚至廣州生活，係咪即刻由捱日子變成過日子？但係住呢啲嘢唔可以聽人講兩句平啊、舒服啊、好抵啊就衝上去。退休唔係去旅行。退休係搬你下半場人生。你去旅行住3日酒店唔滿意，可以即刻返香港。但係你退休搬屋、醫療、家人、證件、銀行、社交、緊急情況，樣樣都係真錢真時間。所以今集快活哥同你用最貼地方法拆解香港人返大陸退休嘅10大好處、5大壞處，最後再俾你一個快活哥獨到結論：咩人適合，咩人千祈唔好亂試。記得睇到尾啊，因為尾段先係最值錢嗰幾句。先講背景，呢幾年好多香港中年準退休甚至已經退休嘅朋友都開始認真諗北上生活。原因好簡單，香港住屋貴，出街食飯貴，睇私家醫生貴，請人照顧更加貴。相反，大灣區好多城市樓下食餐飯、剪個頭髮、搭車買餸，感覺上真係冇香港咁肉赤。政府方面亦都唔係完全冇配套，社署有廣東計劃同福建計劃，合資格香港長者可以喺指定條件下到廣東或者福建居住，仍然領取相關高齡津貼。醫療方面，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亦都擴展到更多內地醫療機構。安老方面亦都有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俾合資格長者選擇入住指定內地院舍。不過快活哥講清楚，呢啲係配套，唔係包生仔。你要符合資格，要申請，要跟規矩，要睇清楚服務範圍。退休最怕就係聽到半桶水消息，以為一過關就樣樣免費，最後一病一急一簽約，先發現自己冇準備。好，入正題，第一大好處，生活成本真係低一截。喺香港，一杯茶餐廳凍奶茶，一碟碟頭飯，一程短途的士，樣樣加埋好快唔見幾百蚊。喺內地2線城市或者大灣區部分地區，日常飲食、交通、雜費普遍更易控制。對退休人士嚟講，最重要唔係賺多啲，而係同一筆錢可以行遠啲。好似你同一缸汽油，香港塞車行10公里，返到大灣區可能順路行30公里。第二大好處，住屋空間有機會大好多。香港好多長者住細單位，甚至同仔女逼埋一齊，想有張按摩椅都要盜尺。返大陸住，租金或者買樓成本喺部分城市相對低，可能有電梯、有小區、有樓下花園，生活感覺完全唔同。退休唔係一定要豪宅，但起碼想轉身唔好撞到櫃，瞓醒唔使望住天花板發呆。第三大好處，交通其實越嚟越方便。高鐵、港珠澳大橋、口岸巴士、跨境巴士，加上深圳同廣州城市交通成熟，令好多地方變成1日來回都得。以前講返大陸，好似去另一個世界。今日好多老友記覺得只係過多一個關口。當然，方便唔代表冇成本，但係心理距離真係近咗。第四大好處，飲食同生活文化接近。廣東話、飲茶、街市、早茶、煲湯、做節，呢啲文化唔係完全陌生。對50歲以上嘅香港男士嚟講，最怕退休去到一個地方，連叫碗雲吞麵都要靠翻譯。返廣東一帶生活，語言文化接近，適應門檻自然低啲。第五大好處，日常服務選擇多，手機支付、外賣、網購、上門維修、家政服務、按摩理療。內地好多城市已經好成熟，你唔舒服唔想落街，叫外賣，屋企燈壞揾師傅，買餸送到樓下。對行動力開始下降嘅退休人士，方便服務係真有價值。第六大好處，部分福利可以跨境安排，廣東計劃、福建計劃，重點係俾合資格香港長者喺廣東或者福建居住時，仍可領取相關高齡津貼。呢個對打算長住內地嘅長者係一個重要安全墊。不過快活哥再提一次，唔係人人自動有，要睇年齡、居港規定、離港安排同申請要求。第七大好處，醫療券大灣區使用場景增加。香港長者醫療券近年喺大灣區試點擴展，部分指定醫療機構可以使用。呢個好處係實際嘅，尤其係普通門診、牙科、眼科、慢病覆診類需求可能有幫助。但你唔好聽到醫療券3個字就當萬能卡，因為唔係間間醫院都用到，唔係所有服務都包。急症重病仲係要有第2方案。第八大好處，安老院舍有更多選擇。香港院舍輪候長，私營院舍價錢高，唔少家庭都頭痛。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令部分合資格長者可以考慮指定內地院舍，對照顧壓力大嘅家庭係一個出口。
但係院舍唔係酒店，唔係睇相靚就得，一定要實地睇，人手比例、醫療支援、探訪交通、緊急送院安排，樣樣要問清楚。第9大好處，退休生活可以更有節奏。香港好多退休人士一日到黑落公園飲茶睇電視，好快悶。喺大灣區住，如果附近有公園、商場、社區活動、平價餐飲，生活可能更豐富。你可以晨運、買餸、飲茶、午瞓、傍晚散步，生活節奏冇咁繃緊。退休最怕唔係冇錢，係日日覺得自己冇用。第10大好處，可以做兩邊走，生活唔一定要一刀切搬走。好多聰明人係深圳住幾日，香港住幾日，或者平日喺內地覆診探孫返香港，呢種雙城生活，如果身體好、證件齊、家人支持，其實係一種彈性退休方案。好似你唔係賣咗香港張床，而係多咗一張床俾自己揀。講完好處，係咪即刻執旗？唔好咁快，快活哥而家講5大壞處，呢5樣唔搞清楚，平都可以變貴，舒服都可以變麻煩。第1大壞處，醫療唔係無縫接軌，香港人最緊張係醫療，小病可以喺內地睇，慢性病可以安排，但一到大病、急病、手術、長期藥物、醫療記錄銜接，問題就多。你要問自己，我喺內地暈低，邊個陪我？救護車去邊間？我香港病歷點交？我啲藥內地有冇同款？呢啲唔係嚇你，係退休前一定要寫低嘅作戰清單。第2大壞處，文件、身份、銀行、手機支付，全部要預先搞掂。回鄉證、香港身份證、內地手機號碼、銀行戶口、居住登記、支付工具，每樣都唔難，但係加埋就麻煩。好多長者最怕唔係冇錢，係去到櫃位，人哋叫你掃碼，你連碼喺邊都唔知。呢個年代唔識手機，就好似以前出街唔識搭巴士。第3大壞處，買樓、租樓、養老服務合約要好小心。退休人士有積蓄，最容易成為銷售對象。有人同你講包租回報、養老公寓、醫養結合，今日唔買，聽日加價。你聽到呢啲句子，快活哥建議你即刻飲啖茶，停一停。退休錢係老本，唔係賭本。任何大額合約必須揾家人睇，揾專業人士睇，唔好一個人簽。第4大壞處，社交同屋企人距離可能被低估。香港屋細，但係朋友、醫生、街坊、仔女、孫仔可能都近返大陸屋大。但如果你每日得自己同電視機講嘢，屋再大都似倉。退休最重要係人，唔係平方米。你要問我有冇朋友喺嗰邊，仔女探我方唔方便？如果我病咗，邊個第一個到？第5大壞處，隱藏成本唔少。跨境交通、匯率、保險、長期藥物、回港覆診、家人探訪、緊急住宿，全部都係錢。好多人成日比較一餐飯幾錢，但冇計一年返香港幾多次。你唔可以只睇飯錢，要睇全年總賬。好似買車唔可以只睇車價，仲要睇油錢、牌費、保養同泊車。網民反應大概分3派，第一派話返大陸退休係必然，香港太貴，留喺度只會越住越窄。第2派話可以去玩，可以短住，但醫療同家人都喺香港，長住要諗清楚。第3派最貼地，唔好講咁多，先租3個月試住，唔啱就返嚟。快活哥覺得第3派最醒，因為退休唔係辯論賽，係實測。快活哥有5個獨到見解。第一，返大陸退休唔係慳錢方案，係生活重新設計。如果你只係為慳錢，但醫療、家人、朋友全部斷晒，最後慳到錢但輸咗心情。第二，退休要分3個袋：生活袋、醫療袋、緊急袋。生活袋係食住行，醫療袋係慢病藥覆診，緊急袋係突然要返香港入院請人照顧。3個袋都夠，先叫穩陣，得生活袋夠唔叫退休，叫冒險。第3，先租後買，先短住後長住。快活哥建議真係有興趣，先揀一個城市住3個月，唔好住酒店，要租普通屋，去街市買餸，去醫院問流程，試下下雨點搭車，試下夜晚悶唔悶。3個月之後你仲想留，先再諗長住。第4，城市選擇要跟人，唔係跟價錢。有人啱深圳，因為近香港；有人啱中山珠海，因為慢活；有人啱廣州佛山，因為醫療同生活配套大。唔好見邊度流平就衝，退休係跟醫療、家人、交通、朋友走。第5，最理想可能唔係全走，而係半退休雙城生活。香港保留醫療同家人網絡，內地享受低成本同大空間。對好多50幾、60幾嘅香港男人嚟講，呢個比一刀切搬走更實際。唔好將人生最後半場壓晒一邊，留條後路，先係真正醒目。總結一句，香港人返大陸退休唔係神話，亦唔係陷阱。做得好可以錢更見使，
屋住得舒服，生活更鬆動；做得差，就可能醫療接唔上，屋企人照顧唔到，老本又俾人鎖死。如果你問快活哥，我會點做？我會咁做：第一，列一年總開支；第二，揀2個城市試住；第三，整理醫療記錄同藥物清單；第四，所有合約叫家人睇；第五，保留香港後路。退休唔係鬥勇，係鬥準備。你又點睇？如果你有1萬、2萬、3萬退休收入，你會留香港，定返大陸，定兩邊住？留言講你嘅選擇。覺得今集有用，記得 like、share、comment、訂閱九龍快活歌。我哋下一集繼續用廣東話快狠準拆解香港人最貼身嘅生活難題。